講起亞洲，你腦海入邊第一時間浮現嘅係咩？係日本嗰種精緻，係新加坡嗰種繁榮，定係泰國嗰種熱情好客？但係喺呢片繁華嘅大陸上，有一個國家，佢曾經俾人讚譽為佛塔之國，四處都係信仰嘅氣息。然而，就係過去幾年，佢卻一步一步跌落深淵，變成咗無數人心目中嘅噩夢。冇錯，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緬甸。好多人對緬甸嘅印象，可能仲停留喺嗰啲金碧輝煌嘅佛塔，或者係翁山蘇姬嗰段政治風雲。但係喺互聯網嘅陰暗角落，緬甸呢個名字早就同電信詐騙、人口販賣、毒品交易同埋軍閥割據畫上咗等號。呢背後隱藏嘅真相，遠遠比你想象中恐怖。我哋今日唔講政治口水，淨係講呢片土地上正在發生緊嘅最真實嘅黑暗現實。我哋先從近年最多人講嘅一個詞開始，電信詐騙，即係大家常聽到嘅殺豬盤。如果你最近有留意新聞，你一定聽過 KK 園區呢個名。嗰個地方位於緬甸南部嘅妙瓦底，就係喺泰國邊境隔籬。嗰度唔係咩正經工業園，而係一個入得去出唔返嘅活地獄。你諗下，一個本來揣住發財夢，或者只係想搵份月入過萬工作嘅年輕人，被所謂嘅高薪職位呃到邊境，然後係持槍武裝人員押送之下，跨過嗰條淺淺嘅界河，一踏入園區大門，佢嘅身份就唔再係一個人，而係俾人叫做豬仔嘅工具。喺嗰啲園區裏邊，2萬3萬嘅月薪全係有利。迎接佢哋嘅係每日長達16、17個鐘嘅工作，每個人手執10幾部手機，喺各大社交平台上扮演成功人士、高冷愚者或者係溫柔暖男。佢哋嘅任務就係揾目標、建立感情，然後喺最合適嘅時機引導對方進入嗰啲虛假嘅投資平台。等到對方嘅積蓄俾人掏空，呢頭豬就算係殺乾淨咗。但係最恐怖嘅唔係呃錢，而係對人嘅摧殘。如果你業績唔好，或者係想逃走，等待你嘅係電棒、水爐，甚至係更極端嘅身體傷害。喺嗰度，命係唔值錢嘅。據說喺某啲最極端嘅案例裏面，如果你真係冇咗利用價值，你甚至會俾人當係長期供體。你嘅器官會被拆散賣到世界各地。雖然聽落好似電影情節，但喺嗰種法外之地，當利益足夠大嘅時候，人類嘅底線真係可以低到你完全無法想象。點解緬甸會變成呢個樣呢？就唔得不提2021年2月1日嗰場大變局。當時緬甸軍方突然發動政變，扣押晒政府高層。從嗰一刻起，緬甸本來已經脆弱嘅民主進程徹底中斷，整個國家陷入無休止嘅內戰。當一個國家嘅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力，地方上嘅武裝勢力就會好似雨後春筍般冒出嚟。喺緬甸北部同東部嘅邊境地區，分佈住大大小小幾十個民族武裝。呢啲武裝組織要養兵，要買軍火，錢從邊度嚟？以前佢哋靠嘅係總瑟縮加工海洛因，大名鼎鼎嘅金三角有好大一部分就喺緬甸境內。但係而家毒品生意雖然仲係做緊，產量仲係咁增加，不過同電信詐騙呢種零成本高回報嘅無煙工業相比，毒品都顯得有啲過時啦。呢啲地方武裝同詐騙集團狼狽為奸，提供土地同武裝保護，詐騙集團就上交高額保護費。呢種深度捆綁嘅利益鏈條，令呢啲園區變成咗獨立王國。就算國際社會施壓，緬甸軍政府往往都係心有餘而力不足，甚至係某啲層面上，佢哋自己都係呢條利益鏈嘅一部分。講到毒品，係要多講兩句。而家嘅金三角早已唔單係海洛因產地啦，隨住化學合成技術嘅進步，呢度已經變成全球最大嘅冰毒同 K 仔生產基地。2022年，聯合國禁毒處嘅一份報告指出，緬甸境內嘅合成毒品產量達到咗驚人嘅數字。呢啲毒品透過秘密通道源源不絕淡流向泰國、馬來西亞、澳洲，
甚至係歐美市場。呢一種黑色經濟支撐住當地嘅武裝對抗，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越亂越需要錢，越需要錢就越要做罪惡嘅生意，而生意做得越大，呢個國家就越難返回和平。緬甸嘅黑暗現實裏邊，最令人心痛嘅係嗰啲普通人，因為內戰，數以百萬計嘅緬甸平民流離失所。喺若開邦，羅興亞人嘅悲劇仍然持續；喺克欽邦、綠邦，戰火從來冇熄滅過。好多年輕人睇唔到未來，佢哋得返兩條路：一係攞起槍加入武裝組織去打仗，一係冒險偷渡出國打黑工。最後往往又跌入咗詐騙集團嘅陷阱。呢係一個國家集體性嘅沉淪，係一個民族喺混亂中掙扎嘅哀歌。我哋再講下東南亞其他國家，點解偏偏係緬甸被冠以最罪惡嘅名號？柬埔寨都曾經有過嚴重嘅電信詐騙問題，但係隨住當地政府打擊，好多集團已經轉移咗陣地。而緬甸嘅特殊之處係於佢有極其複雜嘅地理環境同政治結構。嗰啲崇山峻嶺係天然嘅屏障，令外界嘅執法力量好難滲透入去。再加上各種民族問題、宗教矛盾交織一齊，令緬甸成為咗一個巨大嘅灰色地帶。喺呢種環境底下，人性中最醜惡嘅一面被無限放大。你可能冇辦法想象，係某啲園區嘅中心，竟然仲有豪華夜總會、賭場同購物中心。嗰啲詐騙集團嘅首腦過住揮金如土嘅生活，而幾百米開外就係被關喺籠裏邊嘅豬仔。呢種強烈嘅對比就係緬甸現狀嘅縮影，一個極端奢華同極端殘酷並存嘅怪胎。好多人會問，唔通就冇人可以管咩？國際社會確實一直都係喺度嘗試，中國、泰國等鄰國多次聯合開展打擊跨國犯罪行動。舊年同今年，我哋睇到一波又一波嘅引渡名單，唔少詐騙頭目被繩之以法。但係緬甸嘅問題係根源性嘅，只要嗰度嘅戰火唔熄滅，只要嗰度嘅貧困問題唔解決，只要嗰度嘅武裝勢力仍然需要錢，一個 KK 園區倒下咗，可能仲有無數個 LL 園區喺叢林深處拔地而起。而且而家嘅犯罪手段仲係不斷升級，佢哋開始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即係我哋常講嘅 AI 換臉、AI 配音。你以為你係同你初戀傾偈，或者係同某個專家溝通，其實熒幕背後只係一個正在俾人用電棒威脅緊嘅年輕人喺度操控程式。呢種科技同罪惡嘅結合，令防範變得更加困難。我哋講呢啲唔係為咗獵奇，更唔係為咗抹黑某個國家。緬甸嘅人民係勤勞善良嘅，佢哋大多數人自己都係呢場動盪嘅受害者。我哋之所以要揭露呢啲真相，係想提醒每一個人，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誘惑往往伴隨住陷阱。嗰啲睇似輕鬆嘅高薪工作，嗰啲突如其來嘅跨國艷遇，嗰啲穩賺唔賠嘅投資機會，背後可能都藏住一雙貪婪而殘忍嘅眼睛。當我哋坐喺冷氣房裏面刷住手機嘅時候，難以想象喺幾千公里外嘅邊境森林裏面，正有人為咗生存而經歷住難以言說嘅痛苦。緬甸嘅黑暗現實係人類文明進程中嘅一道傷疤，佢提醒我哋法治同和平係幾咁珍貴，而貪婪同混亂又會將一個國家帶去邊度？過去幾十年裏邊，緬甸曾經有過短暫嘅光明時刻，嗰時嘅陽光大街上充滿希望，遊客絡繹不絕。但係而家嗰種希望似乎俾厚厚嘅陰雲遮蔽晒。想要改變呢一切，唔單係需要緬甸內部嘅和解，更需要國際社會持續嘅壓力同合作。但係喺嗰一日到嚟之前，我哋每個人能做到嘅就係保持警惕，保護好自己，同時唔好遺忘嗰啲正在黑暗中掙扎緊嘅生命。講到呢度，我諗起咗一個逃出嚟嘅人寫嘅回憶錄。佢話喺園區嗰半年，佢每日見到嘅太陽都係灰色嘅，直到佢踏入國境線嗰刻，
佢先至發現原來草係綠色嘅，天係藍色嘅，嗰種重獲新生嘅感覺係佢今生最難忘嘅時刻。但係唔係每個人都好似佢咁幸運，仲有成千上萬嘅人被困喺嗰啲高牆同鐵絲網後面，等待一個可能永遠唔會嚟嘅救贖。緬甸嘅悲劇其實係一個警鐘，佢話俾我哋知，當一個國家嘅秩序崩潰，當金錢成為唯一嘅信條，嗰片土地就會變成滋生罪惡嘅溫床。我哋常話地獄空蕩蕩，魔鬼喺人間。喺緬甸嘅某啲角落，呢句說話唔係誇張，而係每日都喺上演緊嘅紀實片。除咗電信詐騙同毒品，緬甸嘅非法採礦生意同樣血腥。大家可能聽過緬甸玉，即係翡翠。全球90%以上嘅優質翡翠都產自緬甸克欽邦，但係喺嗰啲光鮮亮麗嘅珠寶背後，係無數底層礦工嘅血汗。喺嗰度，塌方事故係家常便飯，一次事故可以奪走幾十甚至幾百人嘅生命。礦工們為咗提神，長期依賴廉價毒品，好多人年紀輕輕就染上咗艾滋病。翡翠帶嚟嘅巨額利潤，大部分被軍方同武裝組織瓜分，用嚟購買更多武器，投入嗰場永無止境嘅內戰之中。呢種資源詛咒令緬甸陷入泥潭，擁有令人艷羨嘅自然資源，卻無法轉化為國民嘅福祉，反而成為動盪嘅根源。呢就係緬甸，一個充滿矛盾嘅國家。佢有住最虔誠嘅信徒，亦有住最殘暴嘅罪犯。佢有住最美麗嘅風景，亦有住最醜陋嘅現實。我哋睇過唔少關於緬甸嘅電影，好似《第一滴血》，或者係某啲關於金三角嘅緝毒片。但係現實往往比電影更離奇、更殘酷。喺電影裏面，英雄總係可以喺最後一刻拯救世界，但係喺現實中，拯救一個跌入深淵嘅國家，需要嘅係幾代人嘅努力，同埋無數次艱難嘅抉擇。而家隨住全球對電信詐騙嘅關注度越嚟越高，詐騙集團嘅生存空間確實俾人擠壓住咗。但係佢哋非常狡猾，好似癌細胞彈，會不斷變異同埋轉移。最近有消息話，一啲集團已經開始向非洲或者東歐某啲不穩定地區擴張。呢講明，只要犯罪嘅成本依然低於收益，呢場同邪惡嘅較量就遠未結束。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了解呢啲真相嘅意義係於佢能夠幫我哋建立起一道心理防線。世界好大，美景好多，但係請務必記住，嗰啲被吹得天花亂墜嘅法外之地，往往就係深淵嘅入口。緬甸嘅現狀係一個極端嘅案例，佢撕開咗文明嘅面紗，令我哋睇見當規則缺失嘅時候，世界會變成咩樣。跟落嚟，我想花啲時間講講嗰啲守護住邊界線嘅人。為咗阻止電信詐騙同人口販賣，鄰國嘅警方付出咗巨大嘅努力。佢哋喺崇山峻嶺間巡邏，喺網絡世界裏邊同騙子鬥智鬥勇。每一份成功勸返嘅檔案背後，可能都係一個家庭嘅破鏡重圓。我哋之所以能夠平安地生活，係因為有人喺黑暗嘅邊緣為我哋擋住咗風雨。緬甸嘅未來會點樣？冇人能夠俾到一個準確嘅答案。也許有一日，當各方勢力終於意識到戰爭同犯罪只會帶嚟共同嘅毀滅，佢哋會坐落嚟真正傾偈。也許有一日，當經濟發展能夠俾年輕人提供比詐騙更有尊嚴嘅出路，嗰啲園區先至會真正消失。但係喺嗰之前呢，緬甸依然會係嗰個令世界側目、令鄰國頭疼嘅罪惡之源。我哋今日講咗咁多，其實只係揭開咗緬甸黑暗現實嘅一角。呢片土地上嘅故事，遠遠比呢幾千字能夠承載嘅要多得多。佢涉及複雜嘅歷史恩怨、深刻嘅民族矛盾，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利益嘅瘋狂博弈。每當我哋喺新聞裏邊睇到一個冰冷嘅數字，背後其實都係一個個鮮活嘅破碎嘅人生。喺結束今日嘅分享之前，我希望大家能夠記住一點：真相往往係不堪回首嘅，但係唯有直面真相，我哋先能夠擁有辨別是非嘅力量。緬甸嘅悲劇
唔應該只係茶餘飯後嘅談資，佢更應該成為一種警示，令我哋更加珍惜眼前嘅和平同安寧。呢片亞洲土地上嘅罪惡之名，係歷史同埋現實交織嘅產物。希望喺唔久嘅將來，當我哋再次提到緬甸嘅時候，第一時間想到嘅係佢嗰純淨嘅佛光，而唔係嗰啲冰冷嘅窗口同貪婪嘅陷阱。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令你對緬甸有咗更深、更真實嘅了解，唔妨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你身邊嘅人，特別係嗰啲容易被網絡虛假資訊誤導嘅長輩或者年輕朋友。你嘅每一次分享都可能係喺幫某個人遠離潛在嘅危險。多謝你耐心聽完呢段漫長而沉重嘅故事。呢個世界並唔係時時刻刻都美好嘅，但係正因為我哋睇見咗黑暗，我哋先更懂得追逐光明。緬甸嘅現實係一面鏡子，照出咗人性嘅複雜，亦照出咗時代嘅無奈。我哋無法直接改變嗰度嘅局勢，但係我哋可以透過傳播真相，令罪惡失去滋生嘅土壤。喺嗰片金色嘅土地上，有無數雙渴望和平嘅眼睛正在注視住未來。讓我哋一齊期待嗰度嘅黑暗終將散去。喺嗰之前，請務必保持清醒，保持警惕。生活喺和平年代嘅我哋係幸運嘅，而呢一份幸運需要我哋每個人用心去維護。最後，我想講嘅係，每一場悲劇嘅發生都唔係偶然嘅。緬甸走到今日呢一步，係數十年積弊嘅總爆發。呢係一個極具研究價值嘅樣本，亦係一個令人唏噓嘅歷史教訓。當我哋喺探討最罪惡嘅國家呢個標題嘅時候，我哋唔應該帶住歧視，而應該帶住一種深刻嘅同情同反思。因為喺災難面前，冇人係一座孤島。呢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全部內容。緬甸嘅真相可能比你聽到嘅仲要驚人，但係只有了解咗最壞嘅情況，我哋先能夠對未來抱有最理性嘅希望。喺呢個紛繁複雜嘅世界裏面，願我哋都能夠擁有一雙慧眼，睇透嗰啲被包裝過嘅謊言，守護好我哋自己嘅生活。多謝大家嘅聆聽。喺呢個充滿變數嘅時代，能夠靜落心嚟了解呢啲遠方嘅現實，本身就係一種對世界嘅關懷。緬甸嘅故事仲係喺繼續，嗰啲黑暗中嘅掙扎亦並未停止，讓我哋持續關注。但係亦請唔好俾黑暗吞噬咗對生活嘅熱情。